来继续来看交通部的前部长李明彦，因为婚外情的风波，才做部长92天就请辞落台。到今，这个代志才经过半冬，行政院就聘请伊来做有薪水的顾问，引起着喊话咯。国民党的立委批评，讲这真明显就是抽佣，台语讲收佣。行政院长杜英台讲，伊是注重着李明彦伫个工程甲水利这方面的专业，而且李明彦是直接对伊负责。前交通部长李明彦去年8月加入婚外情风波，上任才92天就辞职，将做上顶面的交通部长。不过个行政院张正式，李明彦回归行政团队，担任行政院有钱通领的顾问。之前所有的公职生涯当中，充分表现出他在工程水利方面的专业。我要求李梦燕顾问，用他未来专业所展现出来的成绩来向国人做报告，直接对我负责。行政院长杜英台替李明彦的专业挂保证，因为李明彦为台北县的水利局开始担任科长和副局长，就展现治水工程专业。后来到台南水利局担任局长，搁捌担任过台南市代理市长和行政院秘书长，丰富基层经验。和行政院希望以发挥工程水利的专长，所以是公务人员任用法任李明彦做顾问，回归行政团队。你的用人标准到底是什么？如果当时是因为他已经不适任要离开交通部部长，然后现在又可以作为有几职顾问，难道今天你们就这样赤裸裸的去酬庸吗？当初在水利长、局长的整个台南的整个治水的过程当中，他表现出可圈可点的。他在公领域表现老实讲是毫无瑕疵可言，专业程度相当的够，而且敬业精神又够。那有这样的人选能够回归到公部门当中呢，其实我相信对公部门会有一定程度的贡献。民进党立委斗相共讲话，依照专业任用人才，李明彦的人事风波，可见行政团队专业和素质会如何比较紧张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